唐明皇與楊貴妃嘅愛情故事，俾白居易一一寫在《長恨歌》。3000寵愛在一身，溫泉水滑洗凝脂，日日好高興咁玩。點知哇，安祿山作反啊，搞到兵荒馬亂。為咗安定所有軍心，要殺死楊貴妃，所以賜佢一條白綾上吊而死。楊貴妃死咗之後，唐明皇朝思暮想，愛在虛無縹緲間，在夢中相見。故事為咗完美結局，所以就利用咗7月7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呢句說話，再套入傳說嘅7夕牛郎織女相會在鵲橋，所以故事又用一條鵲橋，使到佢兩個能夠在夢中相會。演出喺呢度就結束。哇！每個人都感動到拍晒手掌。屌，呢啲梗係假㗎啦，作古啊嘛。故事演出就在華清宮門口，老成配音。